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南越愛。嗱，上期講完出發前嘅簽證啊，咁到底仲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？由於時長嘅關係啊，我已經幫各位朋友仔直接總結成以下幾點啦。嗱，第一件事啊，就係提前換撚好晒啲越南盾佢啊。點解呢？因為胡志明嘅商家係唔收人仔嘅，而且國內嘅手機支付咧喺胡志明都係用唔到嘅。如果國內冇換好嘅話咧，記得落機之後可以喺機場入邊換，又或者去市區入邊換都得。嗱，而家一雞嘅人仔大概可以換3叉幾嘅越南盾。咁第二件事咧就係手機一定要提前 down 好晒啲 app。嗱，胡志明打車啊，一定必須肯定絕對要用呢個 Grab 嘅，因為咧越南啲的士佬好係陰濕。嗱，為咗避免有啲咩唔愉快啊，嗱，單個軟件啦，嘥到你哋幾多時間啫？嗱，行程結束嗰陣啊，只需要按 APP 一開頭顯示嘅價錢支付越南盾就可以啦，真係快靚正。另外一個要 download 嘅軟件就係翻譯軟件啦。越南人嘅英文普遍程度會比較低啲。嗱，我自己通常都係手語加英語加翻譯軟件一齊上。嗱，反正單翻個軟件就冇得輸啊。第三件事就係大家去食自助餐，一定唔好亂咁揾啲唔識嘅店鋪嚟消費，會好容易俾人當水魚咁劏。嗱，到時食屙肚就唔好啦。嗱，有企業認證嘅一定就係㗎仔街嘅車厘子水果鋪啦。嗱，品質係比較有保證嘅。咁第四件事咯，就係越南嘅安全問題啦。嗱，其實大家都唔需要有太多顧慮啊，冇你哋諗嗰啲衰嘢嘅。胡志明係比較安全嘅一線城市啊，好似話係會有飛車搶手機嘅現象，反正我就冇見過。嗱，如果遇到緊急情況，一定要向領事館求助啊。嗱，最後一件事就係千祈唔好聽啲閪佬話越南揾老婆好抵，我唔知道邊撚度傳出嚟嘅，反正就大錯特錯，唔好輕易相信嗰啲相睇嘅中介啦，費事俾人呃啦。嗱，攞住我呢啲注意指南呢，基本上嚟胡志明旅遊就冇咩壓力噶啦。嗱，祝各位嚟越南啊，食得招積，住得舒適，係咁先，拜夠拜。